铁去百岁，夸奖起来就是你武王啊！武王怎么样？他虽不能铁去百岁，也要赔上一份厚礼，何况是对我怎么样？你是不了的儿媳，你是官的妻子，你是你不将三女仙儿功劳，尽管开此狂言，藐视王家，是不是我王家的恩臣？哪里的国家无子的富贵？你